那一来谁接啊？对不谁接呢？哎，我是自个不想想的，高兴。哎，问题也是来这个新老师哈，人三句话也是讲哈，非告诉讲个呢啊。哦哟，飞起这里，单眼皮，三文鱼丁，还能得，这还讲啥啥？这是你给他做的？对的，宝宝面、鸡蛋、牛麦。哎，你学的什么专业？还有学宝宝餐啊？家政4年，我们是本科学制。增加后的中庸英文到大哦。这一头一个53个，来自一个23个。你说我们这里文化水平最高的本科，我们这里2个大专，一个高中生。我跟你讲，他就喜欢小姐姐。前面2个阿姨为嘴没张得这么大的，哎，谁是不会讲手指？那连个手指这一开 app 着啊，非得我哭法哭法。哟，擦擦嘴巴。他就是这个毛病，不要洗脸，不要涂油，喜欢抱抱。你哪个大学学的家政专业啊？湖南女子学院。那你们这个大学里面都是没有男同学的是吧？以前是没有的，但是近2年也开始招男生了。那就不能叫女子学院了。名称还没变。一个礼拜来拿 app 发育的特别不广，一进下盘啊，拿头进白家。加个隆咚，加个隆咚，加个隆咚，加。app 天不发挺干 ，app 做天。app 没办法听 ，app 带天不。加个隆咚，加个隆咚，加。哪位啊 ？app 带天不？哦，你不新鲜的，那么 app 到底出去吧？好啦。哎，到底这是谁对还啦？哦哟，等到我俩10来天，等来吃个饭，哎呦，一个礼拜发来糟八嘎巴的哟！看看 app 面孔啷个好看，你都要30光 ，app 还是在那当都20公公吃醋。现在啊，带 app 到内子啊！哦哟，落位。我他也跟 app 出来了哈。哎，没得呀，我他也跟 app 出来了。趁来趁去公公吃醋，隔壁二叔夫妻了哈擦趴地上，没劲，哼。